首先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虎，今仔要讲的是白话语教材第一课，顶摆绕高伊的课程，详细的资料伫遮有一个拍台语的 Enjoy 版的拍台语，佮有一个是台文中文语典，等者我会有详细示范伫遮啦，示范，佮有啥物？佮有拍台语的性望爱，所谓性望爱的手语法，这物件嘛会电影互大家看讲要安怎拍台语文，好，开始。我是毋是无录？不要紧啦，有咯，我有录，靠腰，开始。第一课是原母音原母音是啥物？就是像讲俚语有啊伊有诶哦。咱台语嘛有啊伊有诶哦，但是咱是啊伊有诶这个哦是嘛会使调做这个哦有一点诶是哦，等下会教大家安怎拍，这啊伊有诶哦I ao ya u ya u yo we wa we yao y I ao wa we yo wa we这是啥物我毋知，这两个我毋知是啥物啦。Amigo 好啦，这敢是好乐吗？是好乐还是啥物物件？这是因个课程内底物件，但是我无啥识啦。顶头遮就是写白话语基础教材啦，原母音，就是啊伊有诶哦，这先记起来。伊有哦等下应该再念一解。这拍伊应该拢无啥问题啊。请佮对我念一遍。好。伊有哦嘿，好，练习。练习。伊有哦I ao ya u we wa we yao y基本上这拢是练习用伊啦，内底有伊的，就是话啦，讲话，但是顶头会有一个音调，音调是我后壁有录啦，若有兴趣的咱看。腰就是咱定讲靠腰的腰，腰是无音调，就是安尼拍，y 就是我，但是我有声调，我有音调，就是伊就是伊，就是点，就是就是这个要安怎拍？这个字典伫遮啦，字典头拄连接有互恁你切换到性望爱手语法了后，你试两个佮试 space， 伊就会使拍出后壁就这个但是你若要载这个字典的时阵，你爱拍两个原本两个你才会使拍出你才会使找有伊啦。比如讲两个嘛，你安尼找，你就会找着拢有的，就是这个顶头拢有一点的。你查的时阵会变成安尼，凊彩解互你。目乌就是安尼拍。目乌要安怎拍？目乌你嘛要查目乌的时阵，目乌BAK 嘛，BAK 顶头迄个是八声，这个之前有教过啊，目一画乌两个，安尼就出来啊。无你若我看这有伊无？你若平大写的时阵安尼看，嘛有目乌，但是你查的时阵，你爱知影讲伊是几声的声调，譬如讲目是八声，
O 是一声的时阵，你就爱拍出 BAK 8啊，搁一个 OO 啊，无写掉，是安尼。目 O 你就找着目 O 啊。目 O 这是上基本的语言的查法啦。这头前因为老高伊啊，所以爱登录。呃 I I 啊 ao凹这个凹敢若毋是这个凹呢？呀呀 u 呀无伊 u U 啊优秀优秀 y优这边我先查一个优秀好啊，U 你等 u 我先查一个优秀应该是七声啦，优秀无呢，歹势优秀靠呀，是慢啦，搁这个好啊，嘛是 U 啦，这嘛无写掉，中 U，那另外一个是咱这个腰毋是腰，咱讲靠腰是靠腰是无靠腰是迄华语讲法，腰啊腰是 IO 嘛，你查 IO 的时阵，你就找着腰腰，腰腰，啊你若找等下哦，我直接落一个威灵海来。哇哇哦！腰，这边的腰就最趣味啊！腰你若查腰的时阵，你会找着靠腰，靠腰伫夭寿鬼，这嘛有一个夭寿鬼的物件，啊个靠腰伫倒位？靠腰靠腰伫遮，这边你若想要讲靠腰的时阵，就知影拍。这边拍咧？你这个是写着是三声啦。你 A 顶头是三声，你头前迄个 A 顶头是三声，所以你要拍3，安尼就是靠，你确定安尼是靠，但是你要查这个的时阵，你就是靠三声啊腰无声嘛，腰一声，安尼就做靠腰啊，对吧？Y 歌起出来 Y。练习，搁对我练一遍。E U E O I ao ya U V 哇腰 Y 好，加了。这边后壁这较重要，这物件较重要。这有一个叫做皮母音，就是 M 加 NG，这后壁拢有加着啦。这是七声是安尼一画，毋是七声是一画。这是二声，母啊，哦，你嘛有查这？因为我拢念梅啊啦，母啊这个物件，母啊，伊的是几声？二声，母啊伫遮，母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母啊，这个是母啊，我拢念梅啊是梅啊，母啊是母啊，这两个无共，梅啊甲母啊是无共的物件，爱较注意阿母敢毋是应该免查啦，这种找有啦。你若无我搁加了准拄煞好。毋是的时阵，你要查七声是七声，毋是，遮，搁有一个是是二声，二声，哦大金宝哦，毋是大金宝，啦。搁有这 NG 声是是五声呢，声是，现在找找出
凹黄，凹黄，凹口黄的意思。啊，还有一个是黄哦黄啊，黄后壁敢有讲着，无要紧，这一声的，咱看觅。好呀，毋是哦，来，哦遮，袂啊黄，袂啊黄，袂啊黄，啊袂啊黄，袂啊黄，还有向黄，向黄，这啥声？我看者，向黄，向哦黄啊，但是字是较无啥 feel，啊你黄网啊，网是较侪人会讲，啊为网开始学这个 NG 啊，网，啊再来是乌顶头一点，乌顶头一点，毋是乌，无需要尾音，有几个音，定念毋对几个音，一个是 U，无字 U。优秀，腰口，无是啊，歪腰，蛙，歪，伊是袂当写做 U 的啊，但是你字典查有可能会查到 U，这是无啥要紧啦，你知影莫拍出 U， 因为咱的母音就是迄 R E U 的 O 嘛，歪，弯，O，这个 O 虽然读做 O， 但是无加点，王，咱看王好。翁，英语啦，我会记我顶摆是考英语，无往不利，无往不利，无往不利，这个叫做无往不利，啊，考呀，这，还有一个英，咱查这个英的时阵，咱查英语好啊。这路程淡薄仔久呢，英叫英嘛，英语伫倒位？英语，麻烦呢，我直接拍做英语好，英语，英语，伊有人讲做久啊，但是久英语，但是我毋知影久是倒位的腔啊，应该是北部腔，我以为是北部腔，因为之前教我的先生是北部腔的款，所以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这课报了安尼，好，差不多是安尼，